大家好，我叫錦華，我哋係一班熱心推廣精神健康嘅長者，透過影像發聲工作坊，用相機記錄生活，分享故事。今日我想介紹一對銀髮伴侶，一個雙老家庭嘅生活情況。如果愛情真係可以長出白髮，結果佢哋嘅情況會係點嘅呢？我哋一齊去聽聽佢哋真實嘅故事。一對80多歲嘅夫婦居住喺深水埗公屋，因為子女長期唔喺香港居住，夫婦兩人呢，日常嘅生活都係需要互相扶持，相依為命。婆婆更加要負擔起照顧者嘅角色。伯伯近年體弱多病，導致眼疾加劇，又睇唔到嘢。近期耳仔亦又嚴重退化，導致失聰，又聽唔到嘢。自理能力逐漸衰退，做事有心無力。婆婆慢慢感覺壓力越嚟越大。由於公屋居住環境比較狹窄，所以婆婆無論幾辛苦都好，為咗伯伯嘅健康着想，每日都會堅持陪伴伯伯到公園乘涼，吸下新鮮空氣，日日手拖手漫步人生路，可以散散心、唞唞氣。無論係好天即係落雨天，兩夫婦喺公園都會拖着手仔談天說地。婆婆仲會買一啲伯伯喜歡嘅零食一齊享用，開開心心享受二人世界。雖然生活艱苦，但係婆婆都冇半句嘅怨言。同佢傾偈之中發覺婆婆係一個非常樂觀嘅開心快活人。婆婆好多時都會落街去睇下嗰啲隔離鄰舍同埋啲街坊有冇啲咩需要幫手，佢都會協助人哋嘅。因為婆婆認為施比受更幸福。為咗可以有能力去持續做照顧者嘅角色，婆婆明白更加需要保持自己身體健康，經常去做身體檢查同埋勤做運動，照顧身邊嘅人嘅同時，亦需要愛錫自己。有一日，婆婆如常帶伯伯落街，行到去升降機門口嘅時候伯伯突然間感覺頭暈唔舒服。婆婆嘗試去抱住佢，但因為伯伯太重啦，所以兩個都一齊跌咗落地下。婆婆因為救夫心切就整親個菠蘿蓋同埋右腳骨折，就入咗醫院去治療同埋打石膏。當時伯伯因為冇明顯嘅傷痕，所以就被安排咗返屋企休息。由於婆婆擔心伯伯一個人留喺屋企冇人照顧，所以就通知醫院安排伯伯入院，等有人可以照顧到佢。但係入咗醫院之後同佢做咗個全身檢查先發覺伯伯原來係有腦積水嘅情況，引致頭暈，容易跌倒，所以就兩個一齊留院去治療啦。兩夫婦雖然同住一間醫院，但係都需要分開男女病房，因為伯伯又睇唔到又聽唔到，所以喺迷迷糊糊之中佢感覺有一隻好溫暖嘅手捉住佢自己冰冷嘅手。原來係佢太太嚟探佢。伯伯當時喜極而泣，簡直羨煞旁人，真係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終於大團圓結局啦！真正嘅愛喺患難之中更顯珍貴，珍惜眼前人，用行動去陪伴同埋守護，因為最平凡嘅牽手，往往係最偉大、最不離不棄嘅愛。好多謝大家收睇以上嘅片段。如果鍾意呢條片，可以俾個 like 讚下我哋，撳訂閱同埋分享俾身邊嘅朋友。仲有記得開埋個通知，繼續留意我哋頻道其他嘅片段。
另外，如果想進一步欣賞我哋嘅線上展覽，記得撳下面個連結支持下我哋啦。我係錦華，有緣再會。